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着向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众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独独耶和华创造这个天。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圣所有权能甲荣光。咱三个来吟诗，圣诗198首，咱来吟全首。愿徛地，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人亲像伫天人。愿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顶触阮入地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请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堂的教会，圣徒的上方，罪的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个来启用。今早起咱要启用的是启用文。第63篇，伫圣诗后面启用文第63篇，咱三个来启用。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
对神阿伯比该阮献较好的祭物，互上帝。虽然阿伯已经死，对神伊落无经验死，就迁徙去上帝遐。伊落受迁徙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对神哪啊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对这个神，一定世间人会做。对神阿伯拉罕受调去特别承受做产业的地的时，这个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这个安排。以上，请咱三到亚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俄罗助你过去一礼拜的照顾、保守甲带领。今早起，你阁引带阮众兄弟姊妹组织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我们诚心感谢你。今仔日是玉山新人院奉献主日，你有车建新店教会苏志廷传道师来到阮中间，要来传扬对主你来的信息甲福音。我们对心底感谢俄罗你，求主你即时踮伫阮中间，恬静阮的心，通互主你的灵进入阮众兄弟姊妹大人的心田，互阮会哪听你，搁会晓哪相听。听阮的厝边，亲像阮家己，奉献阮家己做主你的路用，伫主你的圣国荣光你的圣名。主啊，阮知你为着培养原住民的牧者，伫80年前有伫花莲设立玉山新学院，诚侪台湾第一间专门为着原住民的信仰设立的新学院。恳求你祝福伫玉山新学院全体师生灵命的成长，也催逼阮众人搁较关心参与原住民的神学教育、校务发展以及因的宣导事工，互玉山新学院会当继续贡献伫台湾原住民的教会甲社会的发展，创造天地万美的主宰。恳求你怜悯阮，求你赦免阮的罪，不时伫阮的心思意念中警醒阮，毋通互金钱、权力、科技，或是名声、偶像取代主你伫阮的生命中的地位。提醒阮，无论伫工作、家庭，或者是社会压力甲困境中间，阮犹原爱勇敢顺服主的旨意，信靠主，无因为惊吓来妥协失志。求主不时警醒阮，伫环境艰难的时，犹原会当用实际的行动持守阮的信仰，坚持真理，做光做盐，提醒阮家己认捌信仰的生活，毋单单是阮个人的敬虔甲家己的利益，同时也爱包括对众人的疼、责任甲宽容。怜悯的主，阮也要恳求你怜悯。看顾，只是因为出外出国袂当来到圣殿，甲阮三角伫遮做伙礼拜敬拜你兄弟姊妹，求你甲因三角伫地，艰苦病痛倒伫床面的，求你用你的大权能医治因，用你圣神的气力安慰因，互因会当赢过肉体的痛苦，早日恢复健康。甲阮三角敬拜学了你，荣光主你的圣名。主啊，阮也要恳求你祝福阮今早起的礼拜。甲今仔日，阮所要进行的中执会、双年团契例会等等各种事工活动，
求主甲阮诚，互阮所献的拢会当诚侪芳芳的祭，阮逐人的信仰也会当哪加天哪坚固，通诚侪你尽忠的奴仆，勇猛的精兵，阮积极筹备中的暑期底线队，以及阮征求后学期会当进入南门国中协助学生的同工，逐项事工也求主你带领，互阮拢会当顺利来进行，通荣光主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受咱的赞美，今早起要带领咱赞美的是咱的南门青年团契，因今早起要赞美的诗歌，遮有荣耀，啊，甲主，你是我的力量。兄弟姊妹平安，欢迎大家做伙来唱歌学乐主。诚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现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
你使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咱感谢咱本堂的青年团契，为咱所做的学老。接续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咱今仔日的圣经节，因为这个周报印唔对去吼，所以，歹势我请教无顺，这个到底是列王上记还是下上还是下上卷？因为这印互我印伫下卷去，所以我必须爱看圣经。所以，这个已经有。咱像是已经有解过啊，这个内容。咱先搁来看《列王上记》第17章，咱要对第8节来看到16节。第8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伊讲：你起来，去到西顿的撒勒法，徛起伫遐。看，我已经命令伊迄所在一个酒馆的人养饲你，伊就起来去撒勒法。到城门的时，拄当有一个酒馆的人伫迄所在得抾茶，伊利亚就叫伊讲：求你用器具舀淡薄水来互我啉。伊去舀的时，伊利亚阁叫伊讲：请你顺手摕淡薄饼来互我。有一人讲：我记永远的耶和华你的上帝来讲，我无一个饼，只有一杯面粉伫桶里，甲淡薄油伫盘里。看，我捡2支茶，要转去为着我甲我的囝拜伊，愿通食伊正死。伊利亚甲伊讲：免惊去啊，照你所讲的来行，总是大先甲我做一个细的饼带来互我，然后为着你甲你的囝做伊，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桶内的面粉袂减少，盘内的油袂了，到耶和华落雨伫地人的日，妇人人就去照以利亚的话来行。妇人人甲伊的家甲以利亚食侪日，桶内的面粉无减，盘内的油无了，拄照耶和华托以利亚所讲的话。这第一个
所在，另外咱搁来看第二个所在，记载伫希伯来书第11章，咱要看第2节到第3节。这个是伫台语汉字本259面。因为伫即个就古早人有得到干净，对神，咱知遮个世界是对上帝的话来做成，安尼所看见的，毋是对话看见的来成以上。这时候咱要请苏牧师来甲咱讲道。今早起苏牧师要甲咱分享的即个题目，即个题目吼，我家己想的啦，看这台湾那边怎讲吼，就是讲原来出路伫遮，出路伫遮出来会活，若无，若假使讲真正着死，阮着死啊！这应该是安尼，我毋知影，咱请牧师来甲咱分解，感谢，咱请苏牧师，谢谢。主日谢谢大家平安，真欢喜今日代表玉山信啊伊来咱的教会来请安正道感谢咱的教会对玉山信啊伊的接纳我有这款的机会来甲大家做个三角分享这个讲到这段原来出路伫遮后壁来讲出路伫对，结果迄是讲死就死啊迄是问号啦，迄个讲问号到底出路伫对，所以我以爱现在你伫咧这过程中间。注意爱找出答案哦，爱找出来。安尼今日我算做讲道，就算做有达到迄个目标，安尼好。好，咱今日是即个玉山信啊院的纪念主日。咱知今仔日的教会就会诚做明仔的信啊院，共款今仔日的信啊院也要诚做咱明仔的教会。咱若有小可关心咱的长老教会的即个实况，咱知咱其实最近咧总会咧要讨论即个。三间信啊院即个合并的问题，咱就知影讲，其实迄有真大的挑战包括连像是即个台湾信啊院共款即个已经加入伫教育部即个高教师内底是，咱就知影讲，其实伊挑战毋大呢。咱其实咱长老教会的信啊院咱的迄个师资其实老实讲，一个信啊院会当17、8位即个专任的教授老师伫内底，迄其实是无简单。总是咱知影，就是讲咱信啊院所收到的即个即个费用学费其实我知台信其实无占到无25%，换一句话讲75%以上，其实拢是透过即个正兄制来即个奉献来支持，互即个基金来运转。我先讲这是要咱知讲，其实咱的玉山信啊院其实毋单受造就的是原住民其实。用咱台北灯会其实嘛有几落位其实是平地的人嘛有去读今日咱是即个玉山信啊院，所以我以后用透过迄个题目来甲大家分享，伫台香港大声我敢若无带恁大，咦？好，我今日要用即个题目原来出路伫遮啦，死就死啦，死就死吧，咱看这个有出路。特别死哪有出路？咱来看卖，咱倒过会当透过今日这上帝话，即个咧讲的即个即个故事内面咱到底会当看到啥？咱三甲来祈祷。天父爸上帝，阮感谢你，你册圣神就是真理的神，踮伫阮中间，因为你要对即个世代继续对阮讲话，阮恳求你陪伴阮的心，恳求圣神充满伫阮内面，帮助阮听有。个通回应，主愿阮整个礼拜，伫阮的心中所的立志回应，诚做芳芳的者得到主你的接纳，将下面的时间对头到尾，有主你圣神的引带，阮安尼祈祷，袂堪伫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毋知咱有听看过即个图无？伫即个经济学人的即个杂志所用，讲咱台湾的状况。毋知咱有看过这无？讲伊讲咱台湾是世界上上界危险的所在这个经济学人对咱台湾分析咱若看，咱若定定看，其实伊拢较持较徛伫迄个咱讲的左派啦但是讲伊咧看即个代志时，确实人的分析是非常有理这是毋是咱的处境？其实你若小可咧注意即个国际局势，特别咱台湾、东亚、南海等等遮，你就当知影讲，其实咱台湾徛伫一个
不利亚有一个区域张力的一个所在。哦，这毋但伊安尼讲，其实包括美国的这个海军的上将，伊嘛咧讲样啦，积极咧备战。毋知杨说你伫厝内底有准备好迄个逃生包无？吼，黑熊学院互恁的，恁敢有准备？有是会使，我是感觉爱啦。吼，无要紧，咱看。其实这咧看，其实是美国看比咱较清楚，咱来做注意。哦，咱台湾行，你最爱注意看迄个现场，伊若咧讲啥，你就爱注意听吼。我感觉啊，这你注意看，这有影吼。另外，咱咧看咱台湾，你若看咱家己的台湾咧国防部，咧讲咱伫迄个中国的中共的即个解放军解放军，你也看伊伫咱周围即个海域的行动，你也看，你其实拢会当看到这个问题。甲咱台湾人为了，你看这所派出来飞机，毋但有当超过中线以外，搁那甲台湾拢射一轮。简单讲啦，这是啥？这是红色呢？这是红色，这是实况。其实恁有注意吼，这定定发生呢。你看这是头过是空域啊吼，空中的这是对，伫海的啊，海你看咧，白安尼，这啥物意思啊？甲你红色呢，其实讲是安尼吼。美国即马伫荷姆斯海峡是安尼一排啦吼，嘛是甲红色起来。侬感觉讲这安尼，咱台湾都有啥物出路？这是一个群体对一个群体来讲，所以是咱开始要行入去到伫即个圣经的现场内面，要来看即个杀戮法，即个掌管的妇人人，内底有重点有即个掌管的妇人人以外，还有一个真重要人物是即个以利亚，是毋是安尼？今日咱特别来看咱透过今日的经文，带你到伫即个即个圣经的现场内面，咱三个来感受一下，即个中间到底伫迄中间。当咱拄着一款真大的危险，理想很丰满，那现实很骨感，但实际是状况是安尼。咱看了这个所在，咱就知这个经文列王记上列王记上这个所在，伊这个咧讲的这个背景，就知咱有一个小看，迄当阵阿哈王伫对。伫即个撒玛利亚这个王吼，所以你会当拍开你的圣经无要紧，还是手机无要紧，咱来看吼，毋当看我遮，会当看这吼。就讲即个处境是安尼，就是伫北边的即个以色列已经伫即个王国的时吼，即个以色列内底即个亚哈王伫遐做王。圣经记载讲伊是即个暗利的囝啦，伫遐做以色列王22当。总是安怎？咱知伫迄个中间有发生一个代志，咱今日所读到的头前是因为即个亚哈王圣经界记载，你若看对16章的时，你就看到讲圣经咧描写伊的时阵，讲伊所做的歹是比较进前的王搁较伤重啦惹耶和华的受气，搁较害啦，安尼啦，就咧讲究竟即个王就是迄个处境。咱看即个地图是安尼，究竟迄个实际迄个处境是啥？就是安怎？即个亚哈王安怎？伊讲圣经讲哦，伊所做比迄个耶罗波安所做的事还要轻一点啦吼。亚罗波安，就是讲因亚罗波安带以色列百姓去对敬拜其他的神明啦。敢人讲亚哈王所做呢？圣经甲伊定性甲伊描写，就是讲伊呢比亚罗波安做更较害。是安那较害伊有讲着，伊带即个及伫即个这我做歹翻译嘅这亚西别亚西别做一步，对不对？然后呢，将即个巴力嘅敬拜带入去到伫即个以色列选民中间呢这以外安怎？伊讲伊起内底安怎？起别个巴力嘅庙，然后起弹，毋但起弹了，伊个安怎？伊讲个利啦就讲利阿瑟列这一个巴力是哪？巴力是当地迄个所在，咱讲伊是一个咧管啦，迄当阵神明咧管雷啦、雨啦、五穀丰收的啦，这是合理的讲。这个以色列百姓伊对伫一个敢若游牧民族，然后到伫即个迦南地即个所在时，开始进入到伫农业所以迄个。一个王若要会当久，当然伊就爱五穀丰收安尼毋才会使来讲所以伫迄个所在，因为亚哈王带亚西别
所以安怎甲将即个巴力的敬拜带到恁内面啦。所以迄是一个大的处境，就是讲哇，即个亚哈王做遮个事啦，毋但做安尼哦，嘛拜一个尔，佮拜两个，一个亚瑟勒啦吼，亚瑟勒色列，迄是一个关乎吼，甲迄个生子有关的。所以安怎一个做王的伊的子孙啊，坐对毋对吼，继承即个王位啊，咱知嘛知。所以换一句话讲。当咱徛到伫迄个所在，咱知影讲，即个亚哈王所做的这个事，其实介合理啦。就是讲，伊爱伊的国度，五国丰收，嘛爱伊安那伊的子孙啊，坐，因为迄个所在吼，所以就拜即两种起坛敬拜，总是这个事伫做一个选民来讲，其实是一个培育。因为耶和华上帝透过先知也好，也是亲自，特别是这亲自对因来讲话，算是介。立约，你做我盟约中的子民啊 ，covenant 内底即个子民啊，所以这是啥培育？亚哈王这王耶稣掠耶和华上帝的受气吼，更较害啦。圣经就安尼讲啦吼，咱就来看。所以咱伫遮，咱就行到伫即个以利亚，你看到伊即个是一个大的环境，迄是伊无法度去控制，总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伫先知以利亚。讲，你就爱去甲迄个王讲，因为你的缘故，王你的缘故，我若要予天无个落雨，所以亚哈王迄个做派，就咱知，伊就带即个，因为代表性带规个国家以色列去敬拜耶和华以外的神明，搁伫迄个所在起坛，搁立遮个地方的神明巴力甲亚瑟列，所以迄个伫咧耶和华眼中实在是做所以啦。耶和华上帝伫旧约定，那派先知先去甲伊讲啦，讲若无听咧，就是安怎刑罚就临到，对毋对？总是咱会知，咱迄个上帝迄个刑罚临到，其实拢是安怎要甲伊的选民搁带倒转来到伫迄个约的内面啦吼。总是迄是就是迄个当时的即个背景。另外咧，也因为安尼缘故，所以当以利亚到亚哈王面前就来讲，因为你的缘故，所以天。就无要搁落雨，对我祈祷无好落雨咱知影这拢总这个无落雨偌久，圣经咱来看这个路加福音讲伊有讲啦，天就闭塞就是讲天就无搁落雨有3年半的时间，3年半的时间，所以咱知得当以利亚甲亚哈王讲了，你甲一个上关系甲指责了所以你后一步安怎？走路对不对？所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讲，所以叫你去走去一个所在迄个东边的，咱头我看者就行到伫东势的吉利溪遐啦圣经咱到17章的时候就开始讲所以你去到遐然后我就会安怎即个派即个乌鸦来甲你饲啦所以迄个雨停了，先知走到哩。吉利溪的所在去比即个王将来，包括迄个王后亚西别的对杀嘛，对不对？就讲即个有危险嘛，叫紧走去遐比。走去遐比的时阵，上帝就照伊所讲，安怎来供应伊。所以伊安怎对伊即个讲了，走到哩吉利溪，伫迄个所在也有即个乌鸦，下早一顿，下晡一顿，下早一顿是有那叶饼叶肉来互伊。即个超自然的能力是上帝就照伊所讲来供应即个以利亚，总是即个困境搁升级上去了，搁不断搁较恶化啦，搁较歹是安怎？因为你3冬半无落雨，所以含迄个基入溪嘛无水啊，变安怎？哇，这凄惨啊！所以圣经就记载伫17章就讲安怎？迄个上帝话搁临到伫即个以利亚就讲我已经。你爱去对，你去到对迄个撒勒法的所在，撒勒法的所在，我已经吩咐一个命令，一个寡妇来供应你啦咱想，咱徛伫迄个以利亚的心情，毋知你感觉安怎？就走路我就照你的话讲，上帝你无甲我好好保守者，我即马搁走路走去溪边遐味，味无偌久，我含溪边的水都无通食。我即马你搁叫我去投靠迄个，你讲命令一个掌管的来甲我供应。上帝你是对毋对？比如讲啦，咱讲咱心内有一个 OS 一个内心有一个剧场，我是安尼摇啦，讲伊伫遐想讲，
尼是对毋对？较走去遐去找一个掌管的呢？啊，你掌管的，佮带一个囡仔，啊，你免来通啦！啊，这是安怎？所以安怎？伊并做爱走去甲一个掌管安怎？求伊帮衬呢？啊，咱就看咱以利亚，你若是以利亚，你感觉你安怎做？总是咱伫遮圣经就轻轻讲过讲，所以以利亚就去遵照耶和华的去做，住伫约旦河边的吼，这是开始到伫基利溪边啊吼，这是开始啦吼。然后呢，伊就爱走去甲即个讲，这等于遮已经无水啊，啊，所以无水，人无水。可能超袂对3天吧，1礼拜，我想可能顶多吼。咱这个3天啦，大概3天。你若拢无水，其实的那个生命，咱的生命就有危机。所以安怎伊就走去找这个掌管。所以拄圣经就讲，伊拄到伫城的时，就看到一个妇人人伫咧抾茶。哦，咱知一个掌管伫这个以色列这个伫迄个环境内面，古晋东啦吼，这个所在，咱知迄个官府掌管的是即个社会内面，即个经济上介歹，因为迄当阵仔妇人人，伊的完全的瓦克其实是对伊的丈夫来啦。啊，总是另外伫即个所在呢，咱看讲，当以利亚走到遐时，啊，即个所在都无落雨，3天半呢，我拢足难想象一个掌管的到底会当偌久。所以圣经就讲，以利亚走到遐的时阵，啊，拄着即个掌管的，嘿。想要讲，即个掌管的，敢若看到即个，就讲后面就甲认出来，因看就讲我记你的上帝，甲你发誓讲，我桶内存一点米粉咯，我盘内吼瓶里面盘内存一点油啦，然后我捡个手机吼，啊我去逼伊吼做饼，然后我食了吼，咱和合本就讲我死就死吧，还是讲即个和修本讲我就去等死啦，哦这样子，还是台语讲我做食。我就要来死安尼就对啦，吼！这其实说讲，这是一个真危难的一个状况啦。啊，伊毋但是掌管的，啊，搁一个孤囝，啊，你感觉袂？一个老母，伫即个环境遮尔歹，伊也无能力来改善的时，啊，搁带一个孤囝，所以伊咧讲，伊咧反应，我感觉足合理啦。还无剩单是一条路尔，啊，无够对条路，哦无。啊，即声，搁一个人要来家求助呢，哦。啊！这圣经无记载讲耶和华上安怎甲迄个妇人讲，总是妇人看到迄个先知来时，马上甲伊讲，我咒抓哈，指你的上帝咒抓，毋是我的上帝，你的上帝咒抓，讲我实在是实况是安尼啦。但是这个现实足骨感的，对不对？伊讲伊我存一点点啊油，桶内盘内一点点油，啊桶内一点点米粉。但是若是你若是徛伫迄个掌管的妇人人，毋知你会做啥物反应？可能我就甲踢落，我就甲迄现个先甲踢一个较有影咧。哦，死嘛爱死病道，那是说死嘛爱死道友，那是死病道。这无合理的代志，是毋是安尼？啊啦，所以伊其实差不多讲，就是伫咧等甲差不多是要等死，因为迄个环境是，迄个大环境实在是毋是人会当去控制。就安尼，佮拄着一个先知。甲做即款即个违反常理的即个款的要求，伊就直接的做，就了就是兄弟，我就是想讲，哪安尼？哇，即个先知也可以出嘴安尼啦。那当即个掌管已经讲安尼啊，你敢要出来出去？结果先知讲一句话，我感觉嘛足互我足压抑的呢。伊讲对，你会当去做饼，总是安怎？先水啉了，总是你饼安怎？先互啥？先互我啊！现在你要安尼做无？你要安尼做，请举手。有呢，好。迄有诶，你介奇怪啦，无介合理啦！你这哪有现实的基础啦？毋对啊，顺序嘛毋对啊，亲远疏无共款啊，对不对？当然嘛，我先，什么嘛，我囝先，哪有可能你先？搁一个先知来，你来甲我提出即款诶即个要求。万一迄个先知若空嘴报纸，要安怎？毋做伙做去死，我更较比你较早死，哪会对？咱较若想吼，想袂来啦。这大诶环境是危机困难，搁现人来去甲提出即个要求。迄个要求看起来是应该是上帝互伊讲，伊知影讲即来找是上帝要甲吩咐过啊。所以伊只有甲讲，我剩安尼啊。我特别来等死啊！你哪会阁甲我提出这个要求啦？
而且免怎，这款的困境免突破哦，来自于吼，所以这就有一个真大的问题，对咱来讲，一个背逆理的一个逆理的一个状况啦。总是这个逆理的状况啊，圣经中间有一寡逆理的这吼，你就要特别注意，因为这有一个吼，杀这个酒馆，敢若行到一条无道无回应的一个行动，伊要做出。哦，圣经就记载讲，啊，我就要来等死啊！吼，死就死吧，我就要来死啊！安尼，啊，总是呢，咱注意看到这的时候，圣经你若个往下看一下，啊，安尼讲，竟然妇人人做这个动作啦！妇人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做，伊甲以色列以利亚甲伊家中来人就食了真侪日。哇！咱就咧看讲，哇，这明明是爱死的啊！吼，这对我来讲哪有出路啦？对酒馆的人哪有出路？对神的以利亚嘛，感觉讲，吼啊，上帝你咧开玩笑啊！你互我来找一个这个上界弱势的状况。佮表明讲，伊其实是存无啊，其实是无，就准备要来死的状况。啊，总是安怎？咱看出这个所在就才出现一个逆理的状况。等于讲这个状况，咱就要注意。这内底说明一个真重的代志。当人要找出路的时，迄所逼出来一个行动，就咱咧讲，圣经咧讲，其实是 faith。用 faith 总是伊咧讲，咱人讲，反正是信用，嘛，咱讲这是信心，是毋是安尼？就圣经讲这个啥呐？那个妇人人酒馆喏，豁出去了啦！这款的豁出去吼，无死就死啊！总是伫遐咱怎开始看到真正对咱的信仰迄个本质，甲伫迄个信仰内原来哈呐，伊有一个顺序伫内面呐。毋知现在你是安怎认办？什么款的本质？原来信心的本身，伊是一种冒险呢？是安怎讲是一种冒险？啊，咱用华语来念一下，预备来。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迄个信心啦，讲信用咯，就是讲你所买的代志啊，内底敢若有把握。信是所望的实体，然后有一个底里，有一个底蕴里啊。然后未见之事的确据啦，无看起总是有确据，因为有盼望，总是咱看对人来讲，其实这无自然，敢毋是安尼讲？啊，看无到，咱就问啊！哦，啊，你免哪有用？咱一般咱咧行这，哦，另外，信心的本身呢，这毋但伊包含伊本质是一种冒险以外，伊嘛有一个路径嘛，就是讲啊，迄个你到底是对啥物有信心？圣经中所讲到的信心，从来不是 self confidence， 就是讲毋是咧讲自信心呐，伊有一个对象啦。迄对象是啥？就是讲迄个对象，你信心。所导出迄个导客，迄个对象就自追就决定迄个你所导出的信心，你的信用敢有果效啦？就安尼，咱看即个酒馆的妇人人，伫公布23章就要等死的即款的下面，甲逼出一个行动，伊就照以利亚的话，安尼落去做。所以讲圣经照安尼讲的，伊就是先去做，做这饼怎先互先知以利亚先食啦。啊，总是圣经就伫后壁就讲，哦，你看迄个看袂到，佮违反常理的即款逆理的状况的时候，咱讲迄个中间，咱有一个英语讲叫 leap of faith， 就讲有一个信心的跳跃啦，吼，有一个信心的跳跃，讲我看无到，总是我做出一个回应。所以圣经伫中间就因为妇人人酒馆的妇人人安尼做，就果然因就经验到一个上重要的事，就是。桶内的面粉啊无用了啦，啊盘内油嘛无欠啦。多好照耶和华甲以利亚所讲的话同款。换一句话讲吼，咱今日咧找一条出路。你讲原来出路伫对，开始咱看出这个妇人人所逼出来一个行动，迄款的信仰，也是讲迄款的信心。原来伫内面有些作重要，对咱这个世代继续对咱来讲，咱的信心、咱的信仰是毋是安尼来认捌、安尼来经历啦？就安尼，咱看出这个信心原来，这个信仰有一个，伊内底其实有一个 approach， 有一个啥啦方法论啊，有一个方式进行的所在啦。圣经安怎记载？因为信，所以你才会知呢。啊，因为你信，啊，你才有看到呢。啊，因为你相信，哦，古早人得到讹啦，说因为信啊。你就得到真，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你感觉咧，你讲哦，团队你安尼讲吼，
有够无理性的啦。当然我嘛先知较要信，有了解了我较要信，对不对？我嘛着看到无证据先甲我起来，我较要来信啊，敢是安尼？哎呀，这你感觉讲你若看到，先知影，啊先看到，啊先有证据，你就会产生一个信耶稣的信心嘛？敢会？敢会？合理讲应该是安尼啊，对不对？吼，啊圣经安那记载，当猎杀咯，耶稣那死了拢臭啊，有无？耶稣甲呼着叫出来，甲呼着叫出来，用伊名甲叫出来，加在是化猎杀咯出来，然后讲死人出来，我全世界死人走出来。迄个猎杀佬出来，啊出来了，迄个等于这个代志，一个对死个我已经臭气的几工啊！杨生，你知你看到一个人会当互一对死个我你即款呢？你安怎？你应该马上跪下，应该好哇！想无讲哦，这大神弟，对不对？这是惊真大的神者啊！照你讲，是安尼，我看了证据，一个娃娃死的人已经臭气啊，佮活起来。我叫这耶稣甲叫出来，叫圣经啊记载，文士甲啥？文士啊，甲法利赛人啊，就决定要甲耶稣杀死。所以讲，你有看到，你看到讲，你感觉看到证据，这明明伫遮信者伫遮，安怎？所以我讲吼，咱信耶稣，所以安尼简单来讲啊，你我爱信耶稣，还是稳定啊吼。啊，你都无看到，你信甲遐真。啊，从在小罗马尼亚出世，啊，你也敢信？无你咧信啥？你哪会当有即款的心？哪有一个爸讲是啊？这是上帝救阮临到你咱，你哪会敢信敢呢？所以背后咱咧讲迄个信含圣经罗马书吼，保罗咧讲，迄个人对上帝迄个信，迄款的把握吼，迄嘛上帝恩典啊。所以咱就无通讲啥，所以咱只有会当分享见证。甲上帝、上帝人甲彰显出来，哦，这是咱会当。所以圣经咧看这个，咱看原来迄个信心咧讲，咱咧产生迄个信是因为你信了，你明白。所以圣经还讲，希伯来书还讲，所以呢，那些我们是从那个可见之物看会到的是对迄个看袂到所做的啦。哦，咱三个念这首较细，咱三个念预备来。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那我看到一个顺序无，是因为信你才知道啊，这恰恰好就是因为咱的信用是对神来认捌，对神来了解，对神来有去可能把多到这个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的多倒饼，启蒙运动人生这个理性主义的这个世代安怎是人做中心啦。所以你会当讲，安尼传道你有够无，你有够无科学的，你有够无理性的。我当然嘛先知较要信，我看到较要信，我有证据较要信啊。敢是安尼？总是咱的信用会当到甲真，继续是因为咱这个信的方法论吼，咱的进入甲世界讲的是不共，一个是神本的，神本不是人本。所以咱来看出讲，哦，原来咱的信用是安尼吼，信用是安尼。然后就安尼，这个故事到底对我有啥物意义？我过去捌伫咱的教会诚做车派做平信徒的宣教师透过伫这个英国这个差会基督教华侨报道会 Chinese Overseas Christian Mission 这个所在，我就诚做一个平信徒参教伫遐啦。这个过程，老实讲。是因为今日这个经文是我其中一个，我拢总三个，就是讲，我要去对我来讲足困难的一个状况，到底我要到的时阵真困难吼。第一个困难就是讲，当我伫遐读册了，伫迄个所在因为迄个总干事因伫遐咧希望会当建立这个同工的时候，就因为我伫遐毕业了，伊讲才有机会来到你这个差会车会。来用一个宣教组织来参加同工啦，当然对我来真困难的所在就是讲，我拄开钱开200几万去遐读一个硕士，我都拄开始要来大趁钱啊吼！人生的这个我读经济了到遮，我都要大趁钱，结果我到一个所在，这个差会，安尼啊话，我要互用，结果我搁爱人去，以外我搁爱募款呢，一档偌济啊？我当中26700、26000、27000，都折合台币差不多这个
150万，130到150这个所在。啊，我读册的时阵，2007年，迄当阵啊，英镑1块钱，大概咱台币大概67、68。哦，我都要买到最高点。啊，然后毕业了后，就差20块，60几。啊，我了就先差10块啦。啊，然后搁加入迄个欧盟的时阵，搁落20块，即摆拢差剩40，对不对？吼，迄个中间我都去，都开了，啊，怎啊去？啊，到尾结果遐个总干事甲阮邀请讲，是毋是有可能？因为我读研究所的是迄个，我的团契的宣教书，就是即个彩会的一个，阮的辅导就是即个彩会宣教书对新加坡过去。啊，像安尼你个邀请我的时阵，我感觉我足困难啦。我差不多我应该爱，啊，总是伫迄个咧追求中间，我毋敢讲啊，到底我上帝甲即个机会放伫头前啊，就是安尼啊，啊，你要做毋做？我想讲我一想到我头皮发麻。迄毋但我做这个投资报酬率毋但安尼尔，我差不多就为着要读这个册吼，散尽所有的感觉安尼，哦，为了梦，圆一个梦，啊，大胆就甲去。啊，你册安尼搁要去，我读了无钱啊，都要来趁钱啊。啊，讲来你来互上帝用，啊用吼你爱，毋过你爱家己找募款你的社礼安尼啦。现在你袂无？啊，可以去所在，去英国哦。啊，尔为迄个物价阁是迄个2-3倍啦。啊，要宣告毋着爱去迄个缅甸，毋着爱去遐困苦的所在，啊，阁来去英国，啊，无是啥物意思？我是想着我若教会啦，我想着我的中级会啥物反应哦，我就知影讲啊，这种代志大条啊，这真趣妙！我伫迄个基督中间，因为我读了，我当就到即个所在做即个义工啦吼。啊，伫迄个中，因就安尼提出邀请，啊，总是我讲较底，啊，总是迄个中间我有很多甲阮某讲吼，讲啊无安尼啦，因为咱的总干事安尼甲邀请，无咱甲总干事讲哦，我若有目的吼，啊我就来啦。但是你感觉我啥物意思？知毋知影？哪有可能？你想嘛知？我都开了尔，我搁爱家无我家己的钱，啊无我家己的钱。加上我讲阮某毋免来，伊32000的一档的预算遐长，我算我就好，算我就好啊。毋通搁算，搁加来，我感觉压力有够大的啊。安尼我就是即个吼，大家知影我感觉我足困难啊。啊，这边怎？啊，所以伫迄个中间啊，追求伫基督中间去看讲，上帝啊，伫即个中，即个机会就放伫头前啊。你嘛当无选择无？我相信我若无选择，应该买大了真好。我咧想啦，对讲啊，总是伫迄个时阵，就是安尼。我讲太太都有一工想讲，毋对呢。其实紧张应该毋是我哦，但是你感觉啥爱紧张？若出伫上帝爱紧张，毋惊我甲乌白甲母啊，对毋对啊？爱互上帝叫啊，第二项其实有一个足重要的是。我甲阮太太伫即个，我那是丢教会，我从细汉就对教会大汉的囡仔，啊，所以我足无爱风险的，所以我咧做即个法人金融，我嘛是拢控制风险，我足无爱风险的，所以控制风险。风险对我来讲足重要。我伫迄成长过来，迄款家庭即个变动，互我对风险我是足歹放开的。啊，总是伫迄个中间开始去经验讲，既然若是上帝。爱去烦恼的，啊，无咱甲试看觅。我产生伫迄过程开始有一个即款的，讲爱试看觅，讲我这信的真正假啦，是即款的，要去试这讲我到底我信的是啥？是我会当控制范围内，还是我袂当控制范围内？啊，就是安尼，啊，我就安尼同意了，啊，所以总会就开始排。我是平常做平信徒的宣教书，啊，来我了，我问题了来就换教会啊啦。啊！伊本来要甲我讲，你要找一个教，我讲我张了总的，我该当对我的母会者吼，甲我车派，就因着对派来找即个迄当阵啊的即个副议长啦，吼，应该是副议长，副总干事副议长应该林鸿忠牧师啦，迄当阵啊伊还个是，就安尼教理阮的教会，伊就讲安尼，就爱对教会甲你你爱对遐同意，所以咱的长老教会就爱对小会、中会、教理、总会拢爱过嘛。啊！你知影要做这个代志的时阵，我伫小会的时阵，我伫教会的时阵，阮教会外嘛足困难。即声我变做烫手山芋，你知影？教会讲啊，我甲我培养到我做少年的即个迄个执事，啊做中执会书记啊。啊即声啊上帝呼召要互伊去啊，
啊去就甲祝福去就好啊。啊，问题是阮到迄阵啊，经常会是赤字啊。兄弟你，我做了解中心嘛，你若看到教会特别咧管财务的，看到教会赤字吼，经常会赤字，这压力再大介大。我会当真理解，我真正，所以当阵啊，阮迄长老下要讲啊，无教会是毋是会吼，甲你切派啦，啊，可能要经营，可能要甲你支持，可能有问题，吼。我讲对，无要紧，就甲我切派得出一个安尼就好啊。啊，所以迄个困境大，我的回应怎啊接受了？对面做这个群体，这个信仰群体爱回应。哦，啊，你若讲无要甲切派。我想中正啊，讲想可能兄弟嘛讲，这哪会对？啊，咱家己栽培都要出去，伊都看有一个机会，你还要去啊？啊，咱做一个信仰团队，咱敢无甲伊支持？啊，你惊啥？吼，类似啦，讲是安怎啦？类似这种，但是我很能够体会这个长子你这个财务爱真好，啊，结果那牧师多教尔啦，蔡罗的牧师多教。啊！你看，你感觉我牧师安怎讲？结果我牧师我讲牧师这种，我就写批甲讲啊，无要紧，就讲咱教会的出名就好。结果我牧师刚来无偌久，哪接尔？啊，面对迄实际的，真正有赤字，经常会赤字。啊，我是用激励金、激励金甲刷过来，看到讲是迄个，开始正数呢，啊，无本来是赤字。我牧师竟然讲好，就甲讲好，就怎啊甲讲好就好，啊，怎啊去中会，啊，然后中会了，啊，这个代志就一直往上走。啊，我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啊，真短的时间就安尼切派了。我讲这是要讲啥？就是讲对我个人开始的回应，到你一个群体要回应这个事的时，原来咱咧行的路，咱讲信心，咱讲信仰的路，其实就是这啦。咱咧看上这个现实足骨感的啊，啊，实际是安尼啊嘛，咱咧考虑嘛真合理啊。啊，总是这有上帝经济学啦，就是安尼啊。你若出去上帝，就要照安尼行。所以故事讲了还未了，等我去到伫即个英国即个社会，才开始服侍。了我转来伫台湾做即个分享说明的时，牧师就徛起来，开始讲。咱进前要派咱的执事要出去的时，咱教会是。经常会赤字当然来看咱今年这个经常会安怎？因为当人有要回应的时，咱的群体若决定有哪要来回应的时，牧师就回应讲：，咱看，咱今年度咱的经常会比较早搁较济，咱对外的奉献增加，咱的盈余嘛增加。牧师伫迄个中间开始，伊去分享讲一个，咱咧行的信心的路程中间，咱随便看无啦。若是出于上帝，有人要来回应，你着爱打落较会知啊，无咧，咱伫实践中去经验上帝，因此就安尼，我就来受派到伫英国拢总前后对做义工到甲伫遐结束到拢总7天的时间。原来咱人要伫一款咱感觉的困境中间，要找到真实的出路甲愿望，其实就要对这个信心啦，对信仰这条来开始啦。咱来用华语谈一概刚好，预备来，在困局中要找到真实的盼望，需从信心信仰来启动，而这份盼望的实底和确据是来自信心投靠在对的对象和应许之上。这句话讲，不是咱的信心会当做什么，是因为咱的信心是一个手，一个管道，咱去迄个对象是自罪，迄个做决定。是安尼，我就开始对咱的信仰有淡薄一点点的理解啊。透过安尼去查讲，原来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咱的信仰原来是这款的啦。看袂到，总是你有实体，所以我就将这个死就死啦，我就要来死这款的信心呢。伊那亲像是啥？咱来记爱记，咱记看觅。我感觉伊亲像伫咧空中跳伞啦。咱看后壁伊背一个什么包？一个。降落伞包，你若对空中15000英尺安尼跳安怎？你包死的啊，对不对？你一定爱死啊！当咱爬到遐的时阵，迄教练伫甲你讲，我甲你讲，我拢记条吼，你有相信我甲你讲的无？到顶红灯，你要跳，你到要跳的时阵，你怎动咧？怎毋敢跳？
你感觉迄个教练甲你讲的，你有真正有信伊无啊？迄个信吼无完全啦，有老信啊，信伊头壳内底有家己啊对啊。迄个无行动去跳落，迄拢无算啦，对不对？啊，等到三线较迄个信心较算完成，毋管是教练甲你踢落，还是讲你3公里3种甲你跳落，啊，那咱教会可能就爱牧师先甲咱抱落，牧师先跳啦，大概是安尼啦。啊，无啥物跳哦，对不对？都爱先跳啊，啊，无就是牧师甲你抱咧，安尼跳，你讲对不对？啊，无你开要跳，牧师无跳，我来要跳。信息像安尼，然后就跳咧，就照即个教练讲的吼，等几秒吼，就算了吼，毋是无架子哦，袂使架子还袂算到到去到落地啊，毋是，啊，定扭起来，这耶稣的即个降落神，就保守你平安到你地面上，一届、2届，安怎？你有信耶稣这个包无？其实你想你跳的时，你只有全然的信靠而已啦，你无别条路啊啦。你这下跳落，会安怎？如果若无这个后壁迄个，所以咱的信仰嘛是安尼。所以你落去了，你感觉安全，所以你人讲这耶稣牌这个降落伞够赞。你担着啊，你著跳过啊，对毋对？你用啊吼，有影就照安尼就对啊。所以你有感觉咱的信仰就是安尼啊？你安那还有啥？你的信心就是安尼啊，你要有相信啊，然后呢，你要有信靠专人的信靠啊，然后呢，你要有回应的行动啊。最后安怎？你担着好啊，安怎？你就能够分享啊。啊，咱可能咱拄着条件就是讲，可能头前遐无，拢是摸条做安全的迄个信心的范围啊，吼，安尼。啊，讲的咱讲，啊，毋过吼，轮到你吼，甲要跳，牧师无跳，我无爱跳啦，敢是安尼？所以原来，而且你讲咱迄个出路，其实对信的人来讲，原来是迄个种冒险。原来迄个内底有一个顺序，你因为信。你看见到迄阿背后上帝，因为的确要照你行。我因为若是这个，因为这款的经历，互我有一个小可体会，互我开始打落去，感谢上帝啊！我也毋捌欠过啦吼，无款无够啊，无要紧啊。其实讲是安尼，迄当阵我是想啊，无够啊，就宣告中心啊，就是安尼，我就安尼甲立落吼。啊，第一次开始去看上帝安怎行奇妙的事，总是我就是做一个回应吼。啊，伫迄个中间。兄弟，今日是玉山新南医的这个纪念主日，这是上帝对咱台湾的疼惜，所以互咱有新南医当培养这个传道书、牧师，正伫原住民中间，当然包括嘛有一寡这个平地的吼，平地啦嘛有起受造就，因为80档，咱看伊的经常就是5500万，你也加这个伊这个欠款，大概是1亿。1亿1000万左右啦，1亿1000万。邀请兄弟，咱三个来行这个信心的路程，帮助咱的支持伫基督中来纪念咱这个新阿姨，毋但玉信，还有男信，还有大信。每一个新阿姨是上帝疼惜咱台湾的一个最重要记号。但迄个中间伫咱的内底，毋是他募款。其实是要邀请兄弟，特别少年的，要来行一个这个趣味的、这个足刺激的、这个信心的旅程无？邀请你做伙来行。上帝啊，伫你面前，甲你开这个路，你甲行落啊！我邀请你甲行落，安怎试看卖，对不对？你这个信心的旅程，要不是上帝真正假，你爱行。兄弟老人，你安怎做？我是建议咱是爱甲支持，因为咱嘛介意做伙咧行这条信心的旅程啊。虽然无钱无要紧，哪有人若要献身，若要做事工吼，钱就走出来，这个定定拢嘛安尼，对不对？要做啥啦，有就钱就走出来啊。我感觉这是上帝经济哈，咱就安尼来试看卖。今日因也有迄个七星中会这个御神之夜邀请你你若感觉说，你嘛来参加。接续咱三个来先祈祷，我咱先三个来祈祷。天父，我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话，你圣神的做工，伫这个世代里现今，你嘛要对阮讲话。我看到这个酒馆的杀戮法的
会互恁人所行出的路。就阮知，阮伫人毋知要行去倒落的时，阮会当顶悬来向你仰望。原来阮的信心是安尼有冒险，随风看无，总是阮心内迄款的确信、确认，是因为知迄是上帝，你家己应允，是你亲自讲的话，帮助阮亲信伫内面。互阮无做小信，就是迄个无信的人。帮助阮伫信的中间经验着你奇妙作为，互阮的信仰伫因为安尼实在上帝你阮陪伴迄款的丰盛真精彩，啊，佮互阮每一个兄弟伫生命中找着迄个上帝，你对阮每一个人的呼召甲命定。感谢你对阮的心讲话，互阮会当做出实际行动，听主你的心意院，听主你的教诲。阮献上阮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真感谢今早起苏团队甲咱分享，原来伊迄题目四道，伊讲好，我相信上帝的指示啦，所以摕出来分享，面粉也好，油也好，啊，所以摕出来分享佫无死啦，所以这是一个信心足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真感谢今仔日这个苏团队带互咱的信息。咱接续咱三角来吟诗，圣诗646首，646首，上帝调我来行天路。
坐，叫咱准备今早起的奉献。咱请罗小伦执事甲林尚武执事来甲咱施献。奉献的感谢，请起立。请坐，我来报告。教会消息，今仔日是玉神奉献主日。教会有派苏主任传道代表玉山新人院前来请安甲报告。我代表咱南门教会，甲苏传道感谢。希望咱大家兄弟姊妹有缘会当继续关心玉山新人院，甲因关心代祷甲奉献。咱礼拜后，请各位兄弟会当留步，咱三甲来地下室用餐，伫遐交谊，互相请安。第二点，今仔日12点半，咱伫6楼要召开中集会甲小会，请中集会当准时出席。第三，就是咱暑假今年有联合底选的活动，时间是伫7月7日甲12，咱有要招募相关的这个队员，咱今年要去关心的这个地所在，这个营会地点是伫嘉义的六卡乡，所以真希望讲咱有意愿要参加的，请直接甲牧师报名，搁填写报名表。第四点就是咱南门国中，后学期有哪9月开始，这个有关咱这个南门国中有同意，咱会同工，大家入去伊学校内底去甲因协助。所以，这个若假使有意愿的，有缘甲石八公长老、师伯公长老甲伊报名。第五点就是下主日5月24 12点半，要伫咱教会6楼有圣乐小组的会议。希望咱同工拢会当留时间，伫后礼拜礼拜了后，伫6楼就准时出席。团契活动，咱今仔日礼拜爱餐了后，要伫5楼上年团契要伫遐举行5月份的例会。今仔日有要邀请王光亮医师，王光亮医师是妇产科的，伊讲要讲医心，应该毋是要开心脏的医心，可能医生的心还是安怎？请上年这个兄弟会当踊跃参加。另外就是教界的消息，咱拄则这个苏传道有伫迄个投影片内底有讲，今仔日永暗伫七星中会和平教会有玉神之夜，玉神之夜这个感恩音乐会，所以咱兄弟希望大家若有时间的、有兴趣的，会当去参加。伊永暗要演出的单位就是玉神的纳鲁湾合唱团甲泰雅卢中会的舞团合唱团。
另外，北中的商业部要伫6月初5早起9点半，伫马街平院9楼大礼拜堂要举行庆祝40周年的感恩礼拜，请上年的团客若有想要参加的，会当甲咱徐彩秋姊妹啊，甲陈瑞明兄弟来报名这5月22早起。佮刷咧就是基督精兵协会有定要伫7月17甲19，伫阳明山的浸信会岭头山庄伫遐举办2暝3日的这个基督精兵剑斗营。啊，招生的对象是国中甲高中的学生，所以冇怎大家走去报啦吼。这个高中甲国中，所以望咱鼓励咱的子孙，甲咱的子弟来参加。另外，大道的事项或者是咱的奉献，这请咱家己来过目。另外，若假使有重大的，请向咱办公室来反映。毋知大牧师有要补充无？要，请。有？哦，好来。咱甲欢迎。哦，谢谢，欢迎吼，欢迎。组团队，这真细致，走啊济，上后壁，加在牧师有介绍无？我毋知影讲的是组团队，真客气啦吼。好，啊来，咱是毋是来行平安礼？跳过个，后歹势，是咧。平安礼咱就有，咱是毋是来唱车欠的诗？是毋是请组团队来甲咱带领车欠的诗？咱临时后，等请组团队甲咱祝祷。哦，牧师这要唱牧师。啊，咱三个用这个圣诗403首吼，来回应咱今日所听到的这个吼。我若手头前这个主车牵我，咱在下骹来加起来呢吼。咱切记，主车牵我，主车牵我。上帝对咱祝福，愿咱的被上帝伊的光照伫咱，愿主耶稣的慈悲怜悯也看咱，愿圣神保守因带咱，对这时这个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默祷。